属下已准备听到。好，你们听着，兵部副查小姐即刻就来进香完员。下面是我命开封传旧情，投亲不与寄他情，旅途寂寞难解闷，厌倦出门心不移。闻听得他用包子不顾忌，转阳帮言放平生。师傅醒来，师傅醒来！好，小姐，小姐，好，笑什么？笑什么？小相公何当几岁？小生万里，请问相公是少相还是完员？绝不保是张爷为我怎样和天而来？相公正好雅兴，这他有日早在我四公一代就已名扬天下，多能我此路水中有尽一番大序，相府又发亡人了。有劳师傅之言。相公，今日有事不便，请相公改日光临。这是为何？哦，相公有所不知，今日有查兵部小姐到此进香，夫人吩咐，有了不知个寒人今日。小生不敢为名。请问师傅，此庙是差夫讲庙，还是设防探月所造？是设防探月所造。即使此，他们能烧香，我怎么由不得是啊？相公不要生气啊！相公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。这样吧，请相公先到小生船房稍坐，等小姐回府，相公再出来游玩，你看是何？这万事不得。请。查小姐到。
去吧。1700年，我还没见过观音出现。那前面走的是茶夫小姐，后面跟的是吃剩的丫鬟。哎呀，他们走了。啊！阿弥陀佛。小姐，你到家
进去了，可知道小生我心法你中尽相随，十指花桃源有路为我开，才知道后门一生生死海，一将隔开相思在，为殿堂家难得，进去旁。去不开还情啊，一难猜，了你深山尽付心才会，了你是本路相归情才会，两心几相忘，就该乱龙台，两心几相忘，就该乱凤台。万事为家来美这一相卡的南清月郎作品配，这便是无事好。有了，阿青啊，阿青哎，哎呀，你不知道到啥个地方去了？唐呀祖国在京都，我里当我们前上我，我是天不破地不破，去破我的儿子阿青不听我。哎呀，那，哎呀，来生走开，好多好公子来噻。哎，母亲做事个有偏心，手底手板不公平。阿妹当作张上子，个儿子好是暗中的。哎，阿母娘啊，阿母娘，弄个老啊，老夫子在里面当心点啊。
儿子爸。哦哟，爸不了起嘛，不要爸噻，这种道理好上个，侬帮我说懂啊。阿母娘，叫儿子何事？阿庆为娘替你买了一个聪明伶俐的小侍童，他呀体貌端正，文采也好。这是以下个马上文去，侬去看看啊。阿母娘，这一年查案。拜见夫人，见过公子。拜见公子。阿母娘，儿子不要啊？为啥？那侬可以跟人样文走走，吃饭吃不多，啥么不会做，那个不是我，儿子不要。那，侬这个蠢材！过来，一想么好，再要搞，吓出事来呱呱叫，侬还接意不来嘞？要是侬要一个样好啊，做娘个还要欢喜侬嘞。那个我啊，儿子接意不来，我不要。那，侬这个蠢材，为娘做事都不要。侬屋里越好，我越干不要。啊！哎呀，我真是气啊！哎呀，气啊！阿母娘啊，走！查案，从今以后侬要好好服侍公子，他不读书，侬来告诉我。是。送阿母娘，送阿母娘，送阿母娘。哎，只要侬好好读书，娘就够啦。阿母娘买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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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母娘真好。哦，原来不是接我侍童，是派来看牢我的。阿母娘啊，阿母娘，侬宠爱阿妹已经够我好受了，如今又来了一个才貌双全的书童。今朝比一个啥么会，11个晚风，今后啊好服服帖帖。查报过来，报过去。站着，我来问侬，侬不是大公子的规矩，还懂吗？请公子宣讲。早上起来呢，第四顿堂插子扫地，外上呢，铺床叠被，一公子我累了呢，桥背睡了。那么公子我做文章呢，我们顿言家不到来啊。顶在头上，跪在地下，听公子睡觉。我叫侬才懂侬不正往西，我叫侬当官侬不正混进。哎，如今公子我要去远玩一番，老夫人说来问去，就是我不会问去了。如果泄露官邸消息，回来打到你的头。小姐呀，小姐。
无以为
陪我上去看来。检查心儿的关，修道鸳鸯行万种，听真不女一东风。好修炼的笔法，只是不想乱子随不必。这辅佐小弟，小弟，小姐呀，小姐，你既来之么，就给这案子，何故私密文凭随走之？事君交臂失之，我怎会不招来之哦？修道鸳鸯行万种，听真不女一东风。小姐你爱对西门。
我愿把一帮家园来天下，做事头不顾那门楣是家。并非是男儿父子情缘不跟为滋味，灵犀一点情难上，今生不见小几年，这相思啊！要我把人来陪上。花中有银多情花，你要忠贞谁是他？背影儿有点像，身影儿也不长。那老他一片痴心强人呀，凤凰有意并不陪我说上两句。我将燕州迁归哟，亲乱一后不强。曾经被人戏弄，突然不见小自动，才不知何处去。才儿，这个奴才到哪里去了？一边了。当扫得到外观机啊！哎呀，我本来就想看到个死绝比你更加哟！兵锋而免于草，我常常去做他公王亮梦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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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公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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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夫人找你有事相商。什么大事？我快一高兴！大公子，老夫人找了你半天，还是快走嘛！不要那么。
两心相定，成眷属，我要找少侠办点做，共同力呀。他的丞相帅。不用，我是鲫鱼。请问姐姐方面，我叫崔香。哦，你就是小姐身边的崔香姐吗？大姐，你找什么？喏，小姐个丞相算死了的，叫我到花园里去行。大姐，那是找不差了哦，找不差了哦。吹，死了在自家屋里向，怎
可好？长安小哥，这孙子是小姐个，侬应当还帮我家小姐。我是特地送还，那就交给我吧。我要念完小姐。啊！我的龙好像见过面噶，同在府中来来往往，当然是见过面的。还讲过喊我嘞。现在不是在讲吗？算了吧，侬要面问小姐，又为自杀。一来孙完十岁，那二来嘛，自从进府以来，还未拜见小姐磕头领上，均是一举两得。好的。流言落叶太荒唐，苏东岂用色归房？咱要当面挽小姐，且把真话告才下。他姐呀，得放手是且放手，与人方便恩得无量。侬啊，我老早就看出来了，看出什么？侬才是那天堂。他什么？大相公的小书童。他姐姐指使我，望望他姐每言几句，小生永不忘恩。哪个要你报恩嘞？站着，过去。哎呀，过去。是。玉卿小姐，才想孙子找到了吗？找到了，这是好了。哪来？不在我手中，在哪个水中？在茶那里。哪个茶哦？随着大相公新买金府的书童，新买金府的书童。喏，就是和侬一起赌在。吹。那快去问他哪来？他是要面问小姐。面问。丞相，这书童金贵嘛？小姐，你看，这王里只有我主仆二人，还是让他面完，我不是出去，又有谁会知道嘞？长安小哥，小姐教你。面上外见。小姐内上深远有礼。你是我家书童，唯有亏称深远，好生无礼。小生愿下尽用兵。哎，侬到底是来玩孙子的，还是来比下贱的呀？我是两全其美嘛。啊，你门可如也，才想他，你叫我孙子赶快出去，谁要听你的什么下贱？你这样。哎呀，你这样，哎呀，你这下。他究竟是何等样身，都要问个明白才好呢。是要问个明白才好呢。你究竟是何等样身？快快从这讲来。小姐呀，我不是家贫来生做事从，也不是流落异乡负家园，我不是逃家。
有才子落大龙不就离人去，我命转阳到死云。你既是书生，为何要变成书童呢？我为啥？我讲啊！讲啊！哎呀，总不是为我猜想那个咯？那曾是中定为生，为家登天金万楼，他此心为我把生来，俺求小姐所愿成。我心早愿结情结，真乃是手神大大难出声。今日当年幸运亲，叫他还来下聘。家令万岁，吉林神。红娘欢喜彩香来诞辰，彩香，彩香啊，小姐，侬唤我何事啊？你听到了没有？听到什么？原来他是其结缘。从前是结缘，现在是书童。哎呀，这便是何是好呢？啊，小姐，什么时候是好啊？哎呀，彩香呢？小姐，人家只是为侬终身而来嘛，侬再答应他吧。这搿美人与我彩香全当，这怎么我做美人不好啊？不，哎呀，彩香，搿美人不好，彩郎总是好过。以你谁是？长安小公，小姐答应了呀。多谢小多谢大姐呀！好了，现在不是书童小姐了，守着讲吧。丞相孙面万小姐，谁曾与公子？多谢小姐。阿青，随我来。与他当家娘关心，为他当去你不闻，母子
今天不是，将门关起来做啥？哎呦，侬叫一声嘛就好嘞。外面谁在叫门？老夫人一道稻香宫来着，打开门，里面上噼噼啪啪，啥东西倒翻了？打开门，来着，快开门！来着，哎呀，怎么晚不来开门？拜见母亲。哦哟，再摸了去，我摸成半摸粉塞子。拜见老夫人。哎呦，再老了去，我要吃老八十再。啊，母亲兄长今晚何事？这位女儿终身大事。小弟终身说。啊，女儿的终身晚早得很呐。乖乖说啥？哎，遇到是女大当家，一定要吃父母心事。做啥？这是哪个做的？是我做的。站着，规矩的女儿在。好，这是查奥一个笔记嘛。哎呀，阿母娘哎，你这气啊气死在！这好端端为啥要气死啦？弄到查奥一只狗仔在哪里？那总是在死亡了。在阿妹房里。啊！弄东山寨，弄东西寨，那阿妹规规矩矩，侬不要吓死我死哦！嘿嘿，为什么吓死我死？阿母娘，侬来看，阿妹觉得咬破人，才像一把大黄金。耶，猜想跟那个杀几个来都是啊！老夫人，我来了八年死的。哎呦，只有4年2头，哪有8年死的？小姐4年2头，我4年2头，我拼起来么子8年死的。恐怕我要加倍来。把你说是阿母娘，这为啥有水香？我猜想啦，这床上为啥这个香？啊，两只毛毛当香的。条件上，关起房门，宽顿响。哦，阿母娘。阿母娘，1把、2把、3把，你只要尽力再做。好。阿母娘，喏，那个我。从来没做过这种事情，还难为伊是头一遭，还要上上海南大嘞。千金小姐不知趣，金家路在长归房，无法家规岂能用？快将茶送公堂。妹叫，阿群啊！侬是将茶碗送官去办，老爷升堂便要闻名鸟音，
这是差我英语这个稿拿出来，那阿妹要阐明原因。那不在京做过嘛，还要为父扫地。就是侬做阿哥个嘛，搿张脸皮跑出去，还要把侬个同窗好友、师兄师弟，这个要落个查他，送款是万万送得得个，怎么就我当啥？啊！哎呀，老夫人哎，可我当什么？总是三姑啊，耶，三姑啊，三姑。老夫人，侬是70年的大菩萨哦，跟说啊不缺的王8年子。三姑，遇到是举人一名，身上7级额度。阿亲啊，侬看这个小伙子，粗家个头发，细不家个嫩肉，当时是不晓得个。干嘛阿母娘？搿以侬个主意呢？那姨娘个主意嘛，放产后回去，那阿妹保全了名节，那把做官照样威风。侬做阿哥个嘛，也不用再淘气。我凡是落去嘛，我差不没噶别事体。搿么好噻？不好，哪有家别当个事体？当啥？哎，放啥？当啥？哎，放啥？当啥？哎呀，放啥？当啥？我吃啥？娘讲放啥就放啥，当啥？放啥？我放啥？放啥？放啥？今天天烈一声响，又一声堂堂儿的娘，满因此生须问世。启蒙的
许了，亏得我们临近边缠作序，因此我告知秦翁长太守，8月15击乱安城。哎呀，老夫人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彩霞，啥事体？老夫人，你哪里知道？清早起来，小姐不见了。啊！侬快去请大相公来。是。让我进来看看。女儿，女儿！哎呀，阿母娘，阿青啊，好妹子不急了。彩霞，小姐子，两位才怎么会利益到这？侬与我啥？我怎么会知道的？要么是为了夫人许长家个门亲事，小姐不太称心。哎呀儿啊，侬这样狠得下心离开为娘，去到这噻。小姐子，你连小姐都说不是，快我打死你！哎呀，阿青，大相公常言道，死之节好过，凉之节难过。他半夜三更闹出去，我怎么会知道的？大人出事的，怪我们下人。哎，中奖的有。小鸡头，小鸡出外迷路东在，哪有我到大街上去找小人？妹妹叫阿青啊，侬这样大青小花个介许多人到街上去，别人问起来，侬那个讲，还是隐藏点好。对，你只要紧哦。来，到外面去，只需用眼睛看，不许用嘴巴喊，要轻这个与我去找。是。狗仔，做什么？相公不是说只需用眼睛看，不许用嘴巴喊，要轻脚轻手的找嘛。哎，小姐不是骂你，要这样找啊？哎，到大方的嘛，切，是大方的。哎，对。哎，真是家门不幸，都是侬吵呀，阿青啊！常家拼命过门，可侬这样对付。哎呀，阿青啊，侬快想办法呀！彩霞，侬与我进去。阿母娘，要么侬早些对厂家去说，是我妹妹到这了啊！堂兵部府小姐私逃，叫我怎么说得出口？个厂家花轿到门，我阿母娘自家上轿。你小畜生！快想办法！哦，阿母娘，依我就很便当，就是阿不点类型，说今年年刚不好去不得，等来年再上啊。也只好如此。阿青啊，哎，别叫！哦，阿母娘，我不要叫。乔装改扮出归门。
老先生，小生有礼。罢了，公子，你是否方有人闻饮酒谈诗，团杯赏月，醉卧于此啊？小生乃是引路之人。那因我不知可怜，都说荒城草地，怎奈好他的雅兴。只因贪官路人错过客店，故而暂所于此。事实上来，你腹中不在本地，真是。请问老先生真姓大名？老夫罗草龙。原来是济南的旧妇到了。大人，大人啊！小生愿借此母暖，父母丧亡早亲遇，家早为落，离家门，沦落他乡，母子等。这书生一表成才好俊秀，他年轻当了一身恩仇，老夫心下尚不黑，倒不是随着命令身边公子既无知投奔，老夫又将公子收在膝下，不知你意下是何啊？此次弟弟在上，随儿一拜。我儿客气。哎，既为我儿就此改名。我外甥名叫席文秀，那你就叫罗文秀吧。罗文秀拜见弟弟。儿啊，快些为吾下官算去吧。啊，是。第一次苦尽啊！
兄有计必是非为尊本的，家眷一举进度，一去拜恩。小弟我一计回家，只是你我分而已，去。江南渔工，身上家风，小弟等来讨好。一图身上隆恩，二图你年兄之后。你我同意，何必客套？儿郎，快来坚固的茶念吧。自己爹爹不教，倒叫起年不来了啊！拜见茶年吧。快挂公怕了。年兄，你膝下无儿，怎么今日有这位传话的儿子来了？是命令一子哦。好才貌，不知令郎可曾娶妻？未曾娶妻啊！年兄，小弟家有一女名唤兰英年方29，堂内许亲。小弟有配与令郎，不知年兄意下是何？那正好高攀了你，必客气啊！不知我嘿用儿相来。年兄请。弟弟他亲生女儿生不亲，要将来英配来迎。哎呀，他不是将
喜上情。弟弟，孩儿真理。此说来，快来见过岳父。是。你的不叫，要叫岳父了。此次岳父大人在上，遂相许大礼存拜。你是怕了啊！年兄，你我要改口了啊！请假，看我罪名身上，这个为父，也许你也只能前来开封民情。小婿真理，告辞送亲岳父。送岳父。常远拜父，孙儿来了，我儿出见啊！退化状元公，求他人在上，孙儿拜见。罢了，孙儿高中可喜可贺啊！儿啦，快来见过你表兄，就是你的表弟呀！表兄，请来见礼。表弟与兄还礼。儿啦，你们同科得中，又是弟兄出见，今日好好的叙谈呐啊！是。送酒。兄辛苦得中，可喜呀可贺。表弟，你我同苦得中，大家可喜。表兄，请。表兄，你我常伴一位少饮之辈，稍日我虽要告辞了。表弟也有何往？到后门开封去。呀，巧极了！巧什么？允许我也要到河南开封去呀！听姐姐言道，表兄乃是松江圣子，去河南做甚啊？我到河南嘛。哎，表弟，你到河南做甚啊？我到河南找亲去。呀，又发的巧极了！巧什么？允许我也要到河南找亲去呀！哦，请问表兄，你找的是哪一家？请问表弟，你又不是谁呀？
你是我家岳父啊，大大有名。我的岳父也不差我。请问表兄，你家岳父姓什么叫什么？小姐叫什么名字？请问你岳父姓什么叫什么？小姐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家岳父乃兵部尚书查田彪，小姐查兰姨。不得了，不得了！怎么不对？我家岳父也是兵部尚书查田彪，小姐查兰英啊！这倒奇怪。哦，请问表兄，你是何人为媒，何妇为嫔啊？哎，表弟，你是谁人为媒，何妇为嫔啊？我乃岳父亲婿。那么你呢？我啊，哦，表兄不慎，我虽要告辞了。表弟，表弟呀，我与那河南才小姐，怎么样？我与他背过堂了？没有啊。怎过亲了？哈呀呀呀！此话从我说起呀。那倒是怎样呢？我与他私定终身结连理。因此以来，小西西你私定终身，真是老面皮。表弟呀，我已把真情告诉你，河南早亲娘我去。哎，这招亲之事，岂有娘生的道理？真正岂有此理？与兄是也貌似你，哎哎，实在是兄弟小姐非容易。那你为小姐比过多少辛，吃过多少苦啊？这个你不慎，我虽要告辞了。你表弟，那你快说。表弟呀，红炉明，大开封团聚。
男子为媒换深情，我为他心似神往暮神。我为他乔装改扮迎新迎，我为他一人一等受苦心，我为他心机轻松神相算，就得小姐一片心啊。我为他虽为自动配受尽，何嫌礼服藏进城，我为他日夜共度去功名，金榜题名攀林，今生我可怎要对终高愧？想小姐，我也穷江不心意，恨不能他自配当火暖去。玉小姐同到光，走走成群，有才子好似天公。我只有恳求言听，来鸟城，见此情，兰英心中好得意，常有郎不变初中生情。他要我常他我们去找亲，他怎知年前谁是差兰英？表兄啊，表兄啊，小姐的终身，你答应了。我不依。表弟心肠结当的，夜夜男女他不依，手长把妆负了去。表弟，小弟的终身，你到底是娘与不娘？不娘，当真不娘？那有假的。好，那你不要拦我，做什么？我到外面寻死去。你不能去，我一定要去。舍不得。你答应了？好，你去死，你去
家文秀妃她不娶妻，放表弟成人姊妹三小姐，茶不算夫人岳父亲。你才表的更见下跪，你才跪着可知否？我知道。表弟，你说定了，愚兄这就跪下了。小姐，你是怎样的到此啊？你我乱梦两分开，十四夜相诉伤眉，才高楼望尽天涯路。总
妻，汉子派牛郎织女俏，娇将我的终身陪，我与你还是三人情意厚，生死相同，永相随。我为你违抗母命立身规，我为你教长能儿逃出位，我为你餐风宿露，我朝廷，我为你生计爱我无家归。我为你怕天行走，怕前程，黑夜里路女你母就饥无备，为的是寻找你前郎，趁机塞他进来，因是赴考得高中进的夫妻。苏王为半论仗乱了朝规，逃避万岁之逃，这便是无是好啊！这便是无是好啊！起来，来，此次有请举母。嘿，你们二人怎么不多饮几杯呀？哎呀，求父救命啊！哦，我明白了，想是你们弟兄唤女多饮了几杯，才是酒啊了。哎呀，不为喝酒嘛，就少喝几杯嘛。求父，生儿并非酒菜，是有他户领头啊！此话怎讲？求父，你那魏姑门的外甥儿媳到京来了。哦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你几时定过亲啊？哦，我明白了。生儿高中，你又无送女正妻，也是圣旨常听，此乃喜事一桩，真说是他户领头啊！哎呀，求父他人啊！今天是岳父送女来联姻，我岂是自本来进城。真是有错门楣！哎呀，有错门楣呀！哎，既是你，那又何必私奔呢？多只为一包皮饼，一包情，岳母逼他领太亲，小姐为进得门，家长该办离家门。有你这个不孝的子孙，就有那个不义的女人啊！曲父，这何事还在后头呢？哦，小姐子
未必耳目百乱人，他颠簸的苏草林，虚心中也他人不偏云呀，受你情。呀！这位大人也太昏庸了，不分男女，尽手做命令。事过他官情日记，要明察秋毫，是他这般定是个误国之臣。主母，你再慢点嘛，后面还有文章呢。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呢？那他人逼他把事因，事情是龙国帮上有了名。什么？得了功名了？哎呀，这还了得哟，这还了得！若不是军中高贵越为民，不知家中情欲把小姐配名门。他不从母命，私定终身，奇才一也。女不能长，戏弄他人，奇才二也。英明殿试，金甲面具，奇才三也。有此三才，凡事无生呐。主母，生儿与他有情在先，岳母虚情在后，奇才可私分。婚姻须由父母做主，岂用私自定金，与理不合。母舅，母舅。如今嘛，上有可原，哎呀，上有可原呐！弟弟，那大人不分男女，将他随着命令，三女子并非有意戏弄大人，这何才之有？此女胆量过人，才华盖世，谨慎事业，倒也难得可贵。啥要人才，臣才让他成。主母，你总要澄清我吗？你死了半天，你那有无是谁？那他人又是何人？你要与我说得明白，待我国父面肯，我可怜在同朝为臣，化作无事也理可知哦。哎呀，弟弟是谁？呀，嘿，你们二人莫非疯了不成？主母，他就是你的外甥儿媳。弟弟息怒，我无情查天表，我虽是查兰英。什么？你就是查兰英？哎呀呀呀呀呀！老夫真是莫不明。是男是女都分不清，谁做命令去应试，得中传话好生去，这女她今家与欺君才，啥要人才与我分。才貌双肩插兰英，胆量过人情一生。父母多乱配婚，一女婿了三家亲。待我上殿面奏君，定爱相助就开恩。唐沙万岁真我
你们二人同到河南朝廷，可你们父母叫谁出来与你们成亲啊？帝君父，这此次多谢君父，好，多谢君好，多谢君父。你呀，为父想必一路平安，夫人洪福一路平安。老爷为父莫念笑容，莫非有什么喜事？哎呀，夫人，天大的喜事，天大的喜事啊！生得高定心在家，女儿的婚子常牵挂，大比年举子莫金花，若夫为妻三定家，三名推挂若文秀，年轻才高，老不长，我先做东道了心愿，我亲口将女婿配了哎呀，这不好在，不好在！夫人，你，哎呀，老爷，我在家中有理念不为媒，已将女儿的终身许配本人太叔之子差你们在。哎呀，女儿终身已有为父做主，你怎能随意许亲？真正岂有此理！耶，女儿是我养，娘不做主，谁做主？真正岂有此理！若家贤内宁亲，你叫老夫怎生得了？哎呀，常家见来宁亲，叫我老太婆死后为娃。你这个老不义啊！你这个老糊涂，老切莫！你老匹夫！你阿不爹，阿不爹，我个耳聋必来香，回家转去阿母娘，产假好，落假好，是我阿妹在家还可应付一家。现在要么那娘老气在，小婶婶，你妹妹你阿妹不愿配产假，老早逃走在。女儿不在家中，你为何不去寻找？哎呀，寻了好几个月寻不着。难道就怕了不成？耶，那侬为啥还不快想想办法呢？报喜了，报喜了！来这啥？来报喜的。人家在发愁，哪会报啥个喜？贵府顾大老爷三面通话，罗文旭。哦，请。阿不爹阿母娘报喜来啦！你来听听。贵府顾大老爷三面退话罗文旭，哎，可是有的。没有的。哎，有的，罗文秀是我的延续。有的，好，将三面退话罗文旭，个挂起来。不要挂。报喜了！那又来报啥个喜啦？儿民放言，操你们！哦，请。
母娘又来报喜来了。你来听听。贵妇顾大老爷后面帮俺唱你嘛？哎，可是有个？哎，没有的，没有的。哎，有的有的，那是我也是呀。哎，挂起来，挂起来，挂起来！报喜了，报喜了！又来了，让我再去看一看。哎，那原来是啥？头名状元七宝哦！请！哎，那上音了。哎，那报的是什么戏啦？报你是上古爷高中啊！现在我家小姐不知道在什么地方，还管什么古爷的戏性？要啥人啊？请侬吃饭，请我看看，请我看看。这头头越来越倒霉，阿不爹阿母娘又来报喜来了。你来听听。贵妇顾大老爷头名状元齐文秀，哎，可是有个？没有的，没有的。奇怪，难道是我选的？妹妹叫，说不定啊，是俺阿妹自家配的。今朝来了山顶角，看俺阿伯马茶接生，哎，挂起来，挂起来！不要挂，不要挂。哎，挂起来，热闹热闹嘛！山顶驾到，嘿嘿，阿不爹阿母娘，山顶就像那要老婆来了。小偷手腕不因我滚了下去。哟好，好些困在。擦姐，几位领爱千金？只有兰英一个女儿。怎么只有一个小姐？岳父，小姐的终身是你在陆府千块所许，我是真的呀。你是真的。岳母请过来，小姐终身有礼，你不为媒，岳母谦虚，我也不假的呀。你也不假。六位，我与小姐心得一合，小姐面血终身，有生相随为凭，我也不是假的。与没有人都分拆不开，什么曾相随，我不知道。岳父，我是真的。你是真的。岳母，我也是真的。你也是真的。哎，你们都是真的，难道我是假的不成吗？可能。岳父太不好，不敬于三许堂。你可以是吗？你小的休想！哎呀！不要夸赞！阿不爹，阿母娘，请坐好啊。这位老爷，请过来。侬到俺屋里来做啥？与小姐成亲啊，搿啥人许的？岳父免许。好，俺阿不爹许的，跟俺阿妹不在屋里，葛么侬由俺阿不爹摆上去吧啊！小出身58道。这位老爷，请过来。侬到俺屋里来做啥？我来与小姐成亲的。哦，侬还是由俺阿妹来成亲啊？葛么啥人做媒，啥人许婚啊？
第二把为媒，岳母亲。好，哎，俺母娘是个，根本侬用俺母娘把把当去吧。哎呀，侬不要猜。啊，这位老爷。他哦。这位有点面什么上个长女老爷，侬也是来成亲的吗？我来与小姐成亲的。那么啥人许婚，啥不为正噶？小姐免许，有生相顺为聘。这好办，这好办。俺阿妹自家许的，跟俺阿妹不在屋里，那么侬有丞相帅把上去吧？岂有此理！小畜生，你哪里看得？还不与我滚了下去！侬看我不大，我也看侬不大。哎，这么乖，再吃3碗，应高起，可应高起。罗大人到，出去。年兄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是的，你快讲啊！你快说呀！哎呀，年兄啊，我见琳琅好才貌，许配婚姻结乱交，夫人做子配长家，女儿四子。请听到，今日来了三女婿，你叫小弟睁开叫。年兄，你在朝之时，请到我御史府中免须请示。查小姐是若应当尊重父命，陪我落家才是啊！难道母命却可不争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不要为了小女情事伤了你我三家和气呀！弟弟，孩儿倒有一计，即可假得我与儿为年兄娶亲之事，也不送三家和气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你且讲来。莫若将兰英小姐请出堂来，由她自选新郎，总选择成亲，落选者也不必懊恼，不知有父有母意下是何？女儿家自选夫婿，怎么体统？不可，不可！嘿，什么体统不体统？谁叫你一女三婿呀？啊，不知二位年兄意下是何啊？小弟愿从年兄告诫，此那小姐看不上小弟，小弟情愿成全他人，就不正常。为是常人公兄外宽他呢？那常年兄，你这罗年兄，此道事情也只好是此了。不过小弟有言在先，如果小姐不能出堂挑选，那小弟亲事还给娘家小弟。哦，年兄想得最大，此次岳父大人。哎，年兄，你先不要叫岳父啊！好，此次不负大人，小姐是在我们三人中选定一人，你可肯许亲？只要你们三家愿意，我还讲什么呀？好，他家一言为定。舅父更给。啊，儿啊，小姐不在府中，恐怕你的旨意也就枉费了啊！哎呀，弟弟呀，以孩儿看来，小姐停在府中，岳父他一女三婿无法交代，故而恰看小姐不在，实是一句
托死也。啊，也许瑟瑟地逃走了啊！不巧不行，两位请稍容，带我去把小姐请来。你去，莫非你真的把小姐藏在府中不成呐？哎呀，年兄啊，独自为女儿平日扫家教，违抗无名拒婚逃，到此寻找无下落，又因着此举也是如此高。你呀，莫讨你女儿扫家教，她才貌双见，思贤嫂。怪则怪你差年表，不给一女把三须找。怪则怪你差年少，不给将亲生女儿来逼讨。喜的是母儿有法将他走，劝兄嫂莫再羞怒莫烦恼，叫他自己学，叫他自己挑，一定会比你儿老走得好。到那时凑成群，齐声道，母女相偎才今朝。小姐为羞嘛，喜为我才想，做不知一品，亲自相心啦。启禀诸位老爷，我家小姐奉命来献心啦。来他回来了，才想小姐真的回来了。快请你家小姐前来。是，俺妹回来的呀，我想死我的，让我去看看啊，去。青衣莲步侧兰望，开花郎变作女红裳，姻缘缘字就是呀，情到大厅是宣新郎。儿拜见爹爹母亲。你真的回来了？哎呀，儿啊，你跑到哪里去了？真把为娘我想死在。哎呀，母亲，女儿一直在忙中，并未出过门啊。哎，侬不要胡说，为娘连长丢都性别了。娘啊，拜见老年吧。哈哈，这女你来的真好，你父母要与你许婚，如今来了3个女婿，你父母难以分家。今我们大家共团，新郎由你自己挑选，挑出事来由伯父与你担配。多谢伯父。阿妹，大担心
息，小心些，不要挑花子，安静哦。翠，弟弟母亲把无啊，弟见郎来，不中意，娘挑郎来，不关心。千金难买真情意，几郎你随我来成连阿娘，他。老年吧，琳琅怎么不见出来呀？我看小贼与老爷兄面貌一般，却比50年成，谁上小丑不成？你们大家不要奇怪，听我讲来，那本绣就是茶兰印，这本绣就是我外甥，并经全凭丞相说，金色团聚。他家亲，原来是此。常言着，林有木将小鸡许言着，小鸡因此出走，这就可知小鸡情有所钟，复异于贤这样。常言道，君子有成人之美，贤贵何曾无所欲。这时夫妻恩爱贵在何人？国法也上过外父成亲，身上也真我所争，甚至杀财。言着聪慧过人，世间得失定能洞察吧。多些年不教诲，是此告辞。何必日子结姻，吃了喜酒再走吧。吃了喜酒再走吧啊！小丑真比请。啊，年兄年少，今日你们母女重围，既和嫁了3元多妻，又招来一股贤惠女婿，真乃是四美俱合家欢。趁此今日良辰，借他们完成了化作炮，听命年兄点起龙王化作。我来在礼，新郎新娘出堂。